其實咧呢2年咧都會有好多粉絲啦，會發啲牌過嚟俾我哋，話叫我哋去鑑定究竟呢塊牌有冇作用啊？咁我哋好直觀咁樣就問翻佢一句：咁你自己戴落去有冇感覺啊？係咪啊？咁你自己買翻嚟嘅牌嚟噶嘛？咁有冇最直觀嘅感覺係應該你自己一戴上身就會可以感受得到佢究竟有冇料到噶啦？唔通你覺得跪拜個10年8年1年半載嗰塊牌係冇用就冇用噶啦？難道你跪佢1年半載咁佢就俾到嗰種功效你啊？係咪啊？咁通常呢，好多粉絲呢，佢都係睇咗嗰個牌商嘅嗰啲飛天遁地嘅文案呢，而去選擇呢一塊牌嘅。咁其實好大程度上你就係俾文案營銷啦，你根本上都唔係為塊牌而埋單嘅，你係為個文案而埋單噶嘛。咁所以就你唔使嚟問我呢塊牌有冇作用噶，最直觀嘅感覺就係你戴上身，佢究竟幫唔幫到你，同埋佢達唔達到當時你見到嘅嗰篇文案所描述嘅嗰個效果。咁如果戴上身完全一啲效都冇，咁佢咪就係冇效咯，就係咁簡單嘅啫嘛。